盧凱彤接受明報專訪，佢講返發現自己患躁鬱症嘅過程。前年年尾到啦，咁啊做完一個大 concert 之後，發現自己好似冇乜滿足感啊。係嗰段籌備嗰段時間已經開始 feel 到自己好似好辛苦啦，做得。點知做完都係咁辛苦。咁啊，同朋友去旅行啦，去旅行嘅時候就更加難過咯。咁翻到香港就覺得有啲唔係好妥，因為失眠。咁明哥就同我講，佢都成日失眠嘅。咁佢都同我講，佢話不如你試下睇精神科醫生啦。我好慶幸，即係嗰陣時明哥有提出呢一樣嘢咯。咁我真係去睇咗精神科，佢都以為係抑鬱症。但係再診斷2個月之後，佢就話原來我係躁鬱症。食藥嗰個過程其實係最辛苦咯，因為佢用咗9個月嘅時間先調教到啱嘅藥。咁期間不停喺度試，咁試藥係最辛苦嘅，因為有好多副作用㗎，即係又會手震啊、腳震啊、坐立不安啊。咁期間我自己個病即係最嚴重嘅時候，有幻覺同埋幻聽。咁明哥我都係後期到好翻啲嘅時候，我可以同佢食咗2餐飯咁樣。咁我最記得喺我開始同人溝通翻嘅時候，我同明哥講話，我都唔知我可唔可以做翻呢行，因為我太唔穩定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，佢話你唔使驚㗎，我哋會養你㗎，咁樣咯。咁我嗰陣時就覺得，哇！呢個係我一生人聽到最感動嘅説話咯，而我真係好相信佢會養我咯。今年開始真係穩定咯，咁我食咗1年藥啦，咁可能仲要食多2年，係咯，1-2年就一定要 keep 住食噶啦。咁經此一役之後就覺得有啲咩唔開心嘅，咪同身邊嘅人啊、朋友啊、經理人啊，早啲講出嚟咯。如果唔做音樂，會做啲乜嘢啊？譬如全力做幕後係冇問題㗎。譬如金像獎攞咗一個最佳配樂嘅獎，係一個好大嘅肯定。咁啊話俾自己聽，如果完全投身幕後，其實唔會冇辦法㗎，絕對可以啊。咁啊冇咁大壓力咯。又或者完全唔做音樂嘅話，咁其實可以搬去台灣，生活指數又低啲，壓力又低啲。咁就算去真係做餐廳啊，咁你都得嘅啫。你咪使少啲，咁咪做嘢勤力啲咁啫嘛。你因為呢個病而開始畫畫㗎喎。佢最初係好血腥㗎，我啲畫，跟住慢慢佢變得越嚟越精彩咯。即係佢嘅顏色係越嚟越鮮豔，越嚟越由憤怒變成一種灑脱咯。我哋可以話係，即係初有啲係好黑。好多黑色，好多暗啞嘅色，到後邊佢變成好多潑墨嘅畫，好多好瀟灑、灑脱、好七彩嘅畫。咁我就將嗰啲譬如有時好躁狂嘅情緒，我就將佢用潑墨嘅形式咁樣灑落去，咁就好似發泄咗一種情感出嚟。決定公開病情之前，有冇掙扎呢？最大嘅關口可能係驚俾人標籤啫，都係。即係你最多都係驚人哋以後都會話你係你係康復者啊，或者你係躁鬱症啊。咁但係當你真係經歷過一樣咁大嘅病嘅時候，當你真係認識到呢種病可以點樣吞噬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。冇任何嘅標籤，或者冇任何人嘅説話可以恐怖得過呢個病。如果你嘅一句説話，或者你一個宣言，可以幫助到一個正處於掙扎中嘅人，可以救到佢，或者可以令到佢有絲毫嘅被關懷嘅感覺嘅話，我覺得唔緊要咯。即係我覺得企出嚟講係。屬於一個好微不足道嘅行為咯。